再来看这台南的林就是发生一阵车祸，这是因为路边呢有一只乌鸟是安尼熊撞出来，或者骑乌多摆的人闪袂赴，规个人呢是摔甲真正力。那这阵意外呢也引起在地真大的反弹，因为这弄动狗仔甲猫仔呢伫咧街头巷尾安尼四界走，有影是影响到交通的安全。 对港市区外面会当看到，当时汽机车拢正常咧行，路况袂歹，无想到有一只乌鸟熊对路边撞出来，骑红色机车的人闪袂离，规个人连车摔飞出去，实在有影危险。这阵车祸就发生伫咧29下晡，台南市林德区文贤路一段，这位骑机车的人当场摔甲真正力。当时有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翕到规个过程，真侪里面知影是流浪鸟冲出来造成的，拢真怨叹。即马就呼吁看会当这卖饲只流浪的。 狗啦、猫啊啦，真卖饲啊！安尼啊，对种种都有危险性。确实是有啦，确实是有。只是说，如果你没管好的话，那是会危险。随后，里长甲画面分享去社区群组，随引起真侪里面来闹话，拜托卖去饲流浪猫啊。但里长讲，因为你来捌有上百只无人咧饲的狗仔甲猫仔，后来设立流浪狗优先占地区，数量已经减真侪。伊嘛一直甲民众宣导卖去饲，毋过实在去现场看，有人会当看到有人甲剩的饭菜放伫涂骹。希望说，我们应该可以的话，铺设这样的暂置中心。 把每一个角落的地方的游荡动物处理好，可以的话就是大家避免去弃养。但现行法规上，单纯喂养行为仅能在造成环境脏乱时，依废弃物清理法处理。动保处呼吁，勿在路口或车流密集区喂养。 请改以通报与管理方式协助动物，兼顾安全与福利。根据统计，113年全国流浪狗的数量有14万只，平111年减1万多，是对107年开始调查以来，头家数量下降，有寡效果出来。那台南市这阵有设3个流浪狗收容中心，甲2大猫仔的收容所。在地里长强调，虽然这摆流浪动物的数量无较早遮尔济，不过无人希望看到因伫外口世界中造成车祸，呼吁民众用收养带转去饲上介好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